即时虽讲阮认为风势有较减压，毋过因为船吊伫山顶犁甲真深，无法度抽退，确实互阮处境艰难。简单会当尽力想办法顾性命。大风雨进前，阮的船尾遐有一只小艇，毋过伫风雨中迄先启动着船单，后来又脱离。若毋是已经沉落，就是漂伫海上。对于阮毋敢抱希望。阮的船顶还有另外一只小艇，毋过要安怎甲迄放落海上压？不过胆嘛无时间通参详压啦。因为阮感觉大船随时都有可能会破做诱骗，甚至有人讲船已经破压。伫即种紧急的情形下，大副掠条迄只小艇，其他的人斗骹手甲小艇放落伫船边，然后所有的人拢进入小艇，拢总11人，就安尼甲命运交互神的慈悲和大海的公野。虽讲即时风势已经较细。毋过海涌还是真悬，拍花的日头真猛。荷兰人甲风雨中的海叫做掠光的海，果然毋是无理由啊。阮即时的状况确实真凄惨，因为阮拢看甲真清楚，海涌悬够凶，阮的船无法度生存，阮难免拢着淹死。讲到挂篷，阮无船篷。就讲阮有，阮嘛做袂到，所以阮尽力鼓掌向陆地告，就若像犯人行向刑场安尼，心情沉重。因为阮拢知影，等小艇一个划进海岸，伊随会互海涌弄甲破家家。不过，阮顾上虔诚的态度，甲阮的灵魂交互神，顺风势拼命顾向岸顶。阮安尼做，袂输是亲手伫加速家己的灭亡。迄是啥款的海岸？是沙也是石，这阮毋知。阮所唯一上好的希望是拄着海湾，也是河口，互阮会当顾小艇入去，也是顾我避风的陆地。安尼凡事都有较平静的水面。但是阮无拄着即种代志。当阮愈挖海岸，阮颠倒感觉陆地比海上搁较可怕。阮若顾船，确实讲是若互风影吹咧走。安尼经过差不多阮所感觉的15日的时，一阵大影若像山安尼为后面涌过来，敢若叫阮随在死，阮皮着变较红咧。忽的伊随发作，即时甲船变过，阮拢四散落落水，连喊救命的时间都无，就拢互海影吞去。我落水时，心思的混乱实在无法度用文字描写。虽讲我不只爱晓受水，毋过我无法度为海影打头喘气，着等伊规路甲我引到岸边，等伊失落提起，甲我留伫沙坡。即时我已经食水食到半死啊！加在我意识清醒，还有一口气，看到家己已经接近陆地。随着徛起来，拼命走向陆地，免得后一个海影转来，搁甲我掠落海。毋过我随着发现已经袂赴啊，因为我看到后壁的海又也敢若山遐悬，那掠光的敌人缀着我，这我无法度，嘛无气力甲伊拼。我所会当做的，就是紧一口气，尽力浮出水面，搁拼命向海划游。我唯一的希望是，互海影远远甲我冲到岸边，退影的时，莫搁甲我拖落海。过来的迄个影随甲我带落伫伊的身躯底20-30英尺遐深。我感觉海影紧搁猛，甲我踏向海岸，踏真远真远。我紧气，拼命靠家己尽力向前游。我的气强尾紧袂牢。迄时，我感觉家己当底扑悬，安尼互我规个放心。我感觉我的头含手拢会直举出海面，虽摸出水面的时间短甲无2秒钟，这已经大大减轻我的艰苦，互我喘一个大气，搁互我新的勇气。我又搁互海影得着，毋过无拄则遐久，所以我忍受会牢。
等我感觉海涌已经到前方，开始退流的时，我就搁拼命逆水势收向海岸，一直到骹底感觉着土地，我徛停一困，小喘气一下，等海水退去，然后随起骹搁拼命走向海岸。毋过后壁的海涌又搁影响我，连续2摆我又搁互伊掠着，互伊杀向前，一直来到白塔塔的海沙堡。